RM04。仲有沙律 bar， 仲有沙律 bar。然之後仲有熟食區、配料區及壽司區、配料區及壽司區、甜品區域、甜品區域。如果你想知 RM04 嘅 workshop 之後嘅澳門快閃2日遊，請訂閱我哋，聽日見，拜拜。